啊，琴日咧龍校長問起喎，佢話我哋嘅會港專業會嘅學生咧讀珠心算可以超過10年喎。係咧，劉老師點解可以超過10年嘅咧？我哋今日有一個嘉賓，特別嘉賓喺英國飛翻嚟嘅，解答你呢個問題好嘛？好，蘇偉興同學，係你好，你好。讀咗10幾年啊？我諗由幼稚園高班開始讀，去到考 DSE，應該都有13年。哇，哇，真係好長情啊！我哋冇講大話，親身上嚟見證。係咁嗱，呢個有趣嘅問題喎，因為咧13年都交學費喎。蘇同學，你點解喺高中嘅時候都仲喺度讀緊珠心算嘅？係，我諗好多人就會覺得可能去到差唔多考 DSE 嘅時候咧，就時間上分配有啲難去管理啦。係學業壓力開始大啦。係咁就可以即係開始會慢慢唔同嘅興趣都分配唔到時間上去。但係對我嚟講，我諗學珠心算有少少成為一個習慣啦。另外就每次翻嚟都好開心，見到老師，見到同學，一齊去操卷，一齊去攞高分數嘅時候，對我嚟講，其實有一種係反而令到我分散咗注意力，即係唔使去諗讀書嘅時候嘅壓力啦。即係喺計時10分鐘、3分鐘嘅時候就完全忘記其他所有嘢，就淨係去計數，淨係去攞高分。咁對我嚟講，其實係變咗一個減壓嘅一個方法。人哋咧就講珠心算咧，即係我哋珠心算咧，通常我哋都講可以幫我哋加強、增強專注力，係咪？係。但係蘇同學講咗一樣嘢喎，分散注意力。不過呢個分散注意力係幫我哋減壓，係咪？令到我哋可以喺一個可能好繁忙嘅時間，或者好有壓力嘅狀態裏面抽翻出嚟。其實我哋人係需要即係真係需要一個空間咧。無論工作啊、學業啊、生活都其實有一定壓力嘅。你係需要去一個比較你舒適嘅地方，譬如適合你嘅地方，你可以靜落嚟。咁對於你嘅學業有冇實際幫助咧？絕對有。我諗其實好難講話一個直接嘅幫助，但對我嚟講好多時係一個間接嘅幫助。即係一嚟我嘅專注力會高咗啦，我嘅即係 patience 嗰啲咧都會好咗啦。即係你諗下，你要10分鐘或者3分鐘長時間去做一樣嘢，去做嗰一樣嘢，你要個手指穩定做盤算盤嘅時候，你唔可以諗其他嘢，唔可以手震，唔可以去緊張。咁其實呢啲所有嘢係學習啊、考試都會絕對應用到嘅。即係當你係一個有時間限制嘅時候，你要做卷，你有壓力，你要去嘗試記得翻書本上嘅嘢，應用翻喺你份卷度。所有嘢其實係珠心算都可以學到呢一個技巧，然後應用到翻嚟嘅。所以你認為呢個能力可以轉化去到你嘅學業嗰度係咪？係，絕對係。訓練到係咪啊？即係訓練到，然之後去套用翻喺我哋嘅日常學業。係。好，我哋蘇同學咧讀咗10幾年珠心算啦，但係其實佢嘅大學歷程都好得意嘅喎，好似中大咩收咗佢咧？中大嘅精算係收咗佢。咁佢有冇去讀精算啊？佢揀咗去咗英國係咪？係。不如分享下。分享下佢去咗英國邊間大學同埋讀咩科啊？好啊，好。咁嗰陣時就喺香港考完 DSE 之後啦，就香港嘅大學啦，同埋英國嗰邊嘅大學都有去報嘅。咁好似頭先咁講啦，就中文大學就精算系嗰邊有收咗我。好難入嘅。係咁同一時間咧，呢個英國倫敦大學學院咧都收咗我去入呢個經濟系去讀大學嘅。咁就當時面對住2個選擇嘅時候，都考慮咗好耐啦。亦都有問到2位嘅意見，究竟應該讀邊一邊？咁當時嘅諗法就係英國讀大學，亦都會加入到呢個自己去生活，去一個自理嘅能力，係一個另一個大嘅挑戰啦。因為由出世去到考 DSE 都係喺香港長大，都係喺父母一齊，係啦，都係喺屋企人照顧下嘅情況長大，從來都未試過係真係自己獨立去照顧自己，自己煮飯買嘢，所有都一定要靠自己。
咁就因為呢一個情況，呢個諗法之下咧，就選擇咗去英國讀呢個經濟系。咁就讀咗3年大學之後咧，就疫情關係啦，就翻咗香港去工作1年。然後咧都係決定去翻英國嗰邊去工作。你翻嚟香港工作1年，好似都喺4大會計師行裏面係咪？係當時就喺呢個 KPMG，就係啦，就收咗我去做呢一個會計部嘅。咁就做咗1年啦。咁之後自己同家人都係決定想試下再翻去英國生活。因為自己讀大學嘅時候都好享受喺英國嘅時候嘅生活啦，咁都係想再闖一闖，再第2次挑戰自己去喺一個異地生活。咁就非常之好彩地啦，去到英國嘅時候咧，就有呢個摩根士丹利就收咗我去做呢一個嘅分析師。係啦，非常嗰度做咗幾耐？喺摩根士丹利都做咗3年嘅時間啦。3年。咁當時咧就喺蘇格蘭嗰邊去工作嘅。咁自己咧都想翻去倫敦，即係以前自己讀大學嘅地方，去嘗試一下挑戰自己啦，都係喺一個更加快、更加忙嘅環境下去工作。咁亦都再一次非常幸運地係摩根大通。係啦，好謙啊！另一間摩根嘅公司咧，就請咗我去繼續做呢個分析師。咁所以咧喺大約半年前嘅時間咧，就翻去倫敦繼續工作啦。係阿蘇偉，咁其實工作方面對你有咩幫助啊？其實反而工作上咧係更加見到珠心算嘅幫助，因為而家都可以話係一個喺高壓嘅環境度做嘢啦。開會嘅時候咧，好多時面對面啦，都要即時俾到一個答案，即時做到好多決定。咁其實頭先講嘅專注力啦、應變能力啦，所有嘢都絕對應用到喺日常嘅工作情況下嘅。咁我諗如果講埋直接嘅影響咧，計數快就更加可以用喺我工作上所有計嘅數上面啦。有冇啲例子啊？以前嘅工作咧就要派息，要派利息。佢係銀行家嚟噶。以前就喺呢個摩根士丹利，係啦，就派利息，亦都有派債券嘅息，係啦。咁當中入邊都當然有好多唔同嘅數要計啦。咁如果淨係用珠心算咧，亦都已經幫助到我計一啲未需要用電腦計嘅數。計完之後咧，再用電腦再計，再去複核，咁咧就方便好多，快好多。咁而家咧，我做嘅工作就去咗摩根大通嗰邊做啦。咁就都係對住好多數，對住好多金融啊、budget 啊、headcount 啊嗰啲所有嘢都係會計到數嘅。咁係啦，所以其實珠心算直接影響都有好多。大家聽唔聽到啊？蘇同學即係珠心算對佢嘅影響啊，即係唔好話學業啦對佢嘅工作啦，其實係一生受用，係咪冇錯？同埋我見到就係即係計數，好多人有誤解啊！計數係幫你好快咁去做決定，呢個有咩咁重要咧？其實呢個都係一個信心嘅表現，即係當你好難去即時俾到個答案，或者你即時俾一個錯嘅答案咧，係會令到人哋對我嘅信心咧大大減低嘅。咁而家工作上咧係有實在太多需要接觸嘅人啦，亦都有非常之多係比較高管理層嘅人。咁所以要俾到精準嘅答案啦，要俾到一個快嘅答案啦，係好重要嘅，好重要。佢哋有冇覺得你有特異功能嘅？我諗應變能力方面的確係令到佢哋會賞識悅目多啲嘅。咁就係咯，自信心咯。尤其是我而家新嘅工作只係做咗6個月時間度，咁如果佢哋睇到我學嘢係快嘅，我俾到一個好嘅答案佢哋，其實佢哋對我都會有刮目相看。冇錯，太好啦。所以有陣時啲家長覺得咧，珠心算咧，小學階段啦，中學我哋就離開啦，係咪啊？要去做其他嘢，學其他嘢，或者
喺佢嘅中學嘅即係啲嘅科目上邊係咪？我覺得有啲可惜咯。可惜係嘛？好嘥咗佢之前成日我哋睇到聽到蘇慧希同學咧，佢講到就係對佢中學點解佢仲要維持咁長時間要翻嚟，即係一個好好嘅鍛鍊咯。係冇錯，同埋都係習慣都係啦，佢習慣同埋都係，我覺得係一個興趣。係哇，呢個非常好。一個鼓舞啊！我哋希望鏡頭前嘅朋友知道就係唔係讀書心算就萬能，但係有一個自信心俾到你，亦都喺你嘅人生路上邊咧，我哋好幸運啊，都遇到阿蘇同學可以為我哋見證珠心算咧，其實係有用嘅。如果你訪問一啲人，佢冇背景，佢又冇讀珠心算，咁佢又冇乜成就，咁好難見證到呢件事。咁而家計到阿蘇同學幾多歲啦？咁我唔好方便講啊。咁但係咧，佢真係喺心底裏邊咧係講出，即係珠心算對佢嘅生活或者工作學業有咩幫助。所以咧，我哋希望大家能夠正視呢個科目啦，俾啲心機學珠心算啦，加油啦，努力啦，嗬，唔好容易放棄啦。係咯，好嘛，好多謝大家，唔該晒，多謝晒。